今日帶大家睇下全國10大發展商。龍湖集團位於珠海湖心新城嘅新項目。龍湖集團號稱中國豪宅嘅教科書，曾獲得多個獎項。中國房企綜合頭10位，中國商業運營頭6位，中國物業管理頭5位，喺3道紅線政策全6檔，相當厲害。呢個豪宅發展商睇中咗珠海嘅發展潛力，喺湖心新城開發咗龍湖天藍，聽個名都知屬於豪宅級別啦。龍湖天藍作為湖心新城首個新規後洋房社區，以東南亞熱帶雨林設計，打造建面約85到144平方米車景會所洋房，最極致空間，最開闊景觀視野，最高端思享會所，鑽石級物業管理共4500條物業服務標準，連續15年全國業主滿意度超過90%。而家帶大家睇下126平嘅樣板間，入門玄關左格，私隱度高，右手邊係長輩房或客房，各有空間。半開放式廚房，餐廚一體或者隔開都可以。設計師將4房改成3房，變成橫形巨廳，落地大玻璃窗，景觀開揚。半開放式書房設計，視野更廣闊又不失空間感。次臥地台床設計，佈置溫馨實用。主人套房超大空間，實用奢華。仲有85平、95平3房2衛俾你選擇。事不宜遲，搶先約我哋去睇下啦！記得讚好同分享，多謝你嘅參與，期待同你見面。